60秒一場旅行，同我一齊出發。坐住火車睇風景真係好靚啊！東京晴空塔俯瞰成個繁華嘅東京市景。淺草寺一個充滿江戶風情嘅商店街。澀谷十字路口果然係全世界最繁忙嘅十字路口啊！原宿竹下通擁有日本年輕流行文化獨特嘅繽紛色彩。築地場外市場品嚐新鮮嘅海鮮，你都試下啊！秋葉原係一個動漫同電玩嘅世界。我最中意就係路飛啦，石淡先。今日嘅旅程就嚟到呢度先啦，記得訂閱我，每日跟住我一齊60秒精彩旅程。